再来看美国甲越南达成贸易协议，美国针对越南部分出口的产品要扣20%的关税，但是转运货物的税率是要扣40%哦。有越南的媒体就指出讲，美国是在缩减甲越南的贸易差，来打击中国商品生产地。 美国对顶关税宽限期伫要到啊！美国总统川普初日宣布，北京甲越南达成贸易协议，未来越南出口去美国的商品要付20%的关税，按过若是转运货物，要付40%的关税。 他不希望你用在这边组装出去的，就不行了。相关企业都有智慧能力去做这个应变。越南当地媒体报道，美国是越南上大出口市场。以2022年来看，越南对美国出口金额达到1095亿美金，占总出口的29.5%。中国是越南上大的进口来源国。2023年，越南甲中国双边贸易挖近1720亿美金，超过美国的1238.6亿美金。越南媒体是讲，协议内容主要是要趁即届解决中国商品通过越南转运险关税。美外贸易协议消息公布，吉利做一个包括内业 KY、智cường KY、玉石 KY， 其他股票拢起停。现在台商在越南面对最大的风险，有可能是资产减损的风险。到最后，大家觉得在越南生产就是要付这么高的关税，而决定要离开越南的时候，大家争先恐后的出来。好，那你如果动作慢的话，你的这些资产还不见得可以卖得掉。学者认为，未来越南当地经济发展可能会因为关税造成冲击。万一当地厂商因为扣40%的关税，造成规定刷走，安尼越南货币可能就会大落。呼吁咱台湾厂商一定要谨慎评估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